我曾经听过费玉清先生啊，老人家告诉我，能让他在歌坛打100分的只有2个人，都是这些陈英杰力，搁一个叫江辉。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听到你唱歌的真是不简单，这个曲。树啊相记，欢迎再度收看欧亮俱乐部。今天欧亮俱乐部要特别介绍的这位，可以讲是超级的台湾歌后，他算是我们台湾歌坛的常青树。哎，上比喻成美空云雀，希望你再世。今日我哋带来首台湾好听的歌曲，婚礼混歌戏，大家破声鼓励一个陈英杰。枉费我真心地爱你，无记你变心做一时。什叫做三命爱世？什叫做真实的情义？如今全部被风听散去，缘分啊缘分。无情的人，我愿分你，我愿分你，分到死。掌声鼓励一下。阿三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好久。美空云雀，你给我挖开了，真正无简单。真正我拄啊边仔听阮一个大指头啊，唱这条歌，我听到鸡母皮、鸡母皮都站起来。什么鸡母？真的是不简单。你知道听歌，我听到鸡母会当起来，那真正是算100分啦。来，算讲咱讲一个歌大，大家拢嘛互相拢会比较一下。我曾经听过费玉清先生啊，老人家告诉我，能让他在歌坛打100分的只有2个人，都是这些陈英杰力，搁一个叫江辉。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听到你唱歌的真是不简单，这首歌诠释的很好。唔讲这首老歌啊，假拄啊好，这首老歌我所了解是咱的老师啊，后来黄敏先生所作曲。黄老师，这首歌你敢有熟悉？这首歌曲在布袋戏的时候，我这歌是那时候我还算比较年轻一点的。你这么什么意思？欧巴桑，你冇讲。你袂使你讲啊！你少年，你知你几岁？但是迄种布袋当唱啊，布袋戏的歌曲，迄种我知影参政兄个黄西田主唱。哎呦！这首歌是咱黄生田黄西田小弟弟所唱的啊，无简单啦！哎呦，讲你可见这首歌你敢真正有研究啊？但是这首歌那时候很轰动。不过你讲到布袋戏，咱讲真的，那布袋较早会使讲的，在20几年前会使讲的，真的是家喻户晓，那种大家都知道。那囡仔有时拢不爱读书，拢一直看布袋戏。是啊是啊，以前的开玩笑，以前我记得我同班同学小学的时候就问台北市长是谁，伊就写史艳文。是呀，温州大陆家。温州大陆家，那开玩笑，较早是这个操蛋，今摆囡仔就较无像较早呢。较早若讲听讲布袋戏要搬巡12点下课，马上就爬墙啊去偷看。而且拿饭碗在夹饭的时候，一直夹饭的对。哦，那是中将嘛。哎，安尼讲好，安尼你可见安尼对这布袋戏真正有研究。真多哦，主角足多。不过咱讲真啦，讲布袋戏，较早布袋戏的这个流行歌曲，可以讲说非常非常的多。每一位都所唱的人都诠释的很好。这样好的啦，刚好今天你也这个对这个歌曲啊有些研究安尼，咱较早较有名的布袋戏，拢甲请出来安尼，来研究一下没有？安尼好，马上我请林松柱出来。林松柱啊。离开故乡来流浪，混混运命心悲伤，为怎样会这轰动？人生前的梦梦。哇，这条歌咱听到在座那电视台的朋友来讲，较早看的布袋戏，这首歌绝对拢会记的。叶客电视。叶客电视啊，对，大家拢知影。即嘛是边
立法委员叶先生，不简单。你这首歌也很好，是啊不过你唱的另外有一个味道。有个味道哈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你记啊，基本被其他什么报地出来。这首歌较早西京唱的。西京，哎呦，我先介绍。演技好。演技好的哈，叫做可怜的酒家女。哎呀。 可怜的酒家女，但是爱低低啊唱。是啊是啊，低低啊，因为陪人客嘛，拢一定要笑面笑面。笑面。蛮面色啊，歹看时阵。爱接笑面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你也知做酒家女真正可怜啦。我觉得说每一样的事业都是很甘苦。是啊是啊是啊。讲到演戏哦，马上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女人，可爱卢新良。无情的太阳，破阮的沙漠。 害阮的满心的歌留甲当哥哥。这首歌这个人物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古兰芬啊。古兰芬。可爱女生，但是就古兰芬唱啊，共款意思，布袋戏红安尼洗掉，但是古兰芬伊唱，但古兰芬这摆已经退休啊。无共啊啦。但是想到我想是想到这个女人的话，你有没有办法想到另外一个女孩子的人物呢？ 这另外一种叫乌玫瑰，都市的乌玫瑰。乌玫瑰出现了咯，愈来愈毒咯。热的金色太阳，白色的梦雾，叫阮流浪的孤女。 我现在把男生另外把他请出来，对，红布短枪林。哦，是的。了乱情也情，是上听。 你路阮靠的情，因阮思念，知好水灵，自分自叹，幸福你完成。前路茫茫，阮的心光明。 大石头啊！但是讲实在，这首歌哈，这款味你唱了就真的是，真哎呀，多ございます。互咱再世希望你甲我学了，真正是多啦感谢。不要，咱平常心讲，你的歌有另外的味道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种歌。阿庆，感谢你。你起码是创啥？我爱人恭喜的恭喜，讲给的讲给的，那啥？但是你现在要请的是什么人物呢？我来请这个是算苏彦文因囝的女朋友，无名姬。无名姬就对了，姓新妇就对了。春风带着一份流来，它叫那百花开。真正的春风送暖，春风多可爱。我们为什么刚才听的就是台语歌曲，一下子转变成国语的呢？你袂使你讲，布袋戏上尾站了后，这首歌国语歌就是本姑娘唱的。啊了，嘿，我有参加到布袋戏的最后一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布袋戏，这个还请到我们这个陈英杰来演唱的话，这首歌也是我在歌坛的处女作。但是我想今天最重要一点呢，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混力混高戏，这首歌这个刚才前面也提到这个圣外老师啊，还是列老师，命前其实。圣我比你早。啊，是啊是啊。黄老师从我对，你看我比我老。不是安尼讲，就是我刚出道没有他你进你哇，我就开始唱黄老师的歌。对对，是的。尤其这首歌曲啊，我们都知道挂起黄老师走，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作词啊，伊是什么原因来作这个词？啊，咱特别邀请哦，这个陈和平老师。陈和平。是我们这个作词家来跟咱讲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咱来听看嘛。好，来。这是21年前，台视黄志雄布袋戏
大同五虎将内面一位角色林冲的这个主题歌。讲到这首歌曲啊，这是黄敏老师所做的歌曲，所作曲，由我来写歌词的。当时呢是为着报题来写歌词。伫迄时代啊，这款歌词、这款曲风来讲是比较叛逆性，吼，因为迄在当时即个民风比较保守，我写分享甲四这歌词内容啊，会说讲吼，出来时阵感觉真刺激。毋过呢，到现在啊，嘛真受大家欢迎啊，这是首歌曲呢，也是我真感觉满意的一首作品。陈月斌老师啊，对于他本身这个作词啊，也是非常的满意。果然，讲真嘛，即摆爱情的物件吼，有所谓写的歌词哦，都无遐强烈啦。对，无讲来混个死个安尼啦。无啊，过去的歌词它的含义很多，而且意境也很好。无讲，结是安尼塞哟那拉再会啦。哦，你今晚你拍歌了？讲到拍歌，咱讲真的，咱嘛啥陈杰，像你今晚来的目的嘛是出新歌什么的。慢你讲啦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这次出的是什么新歌？这次出的跟过去的闽南语歌曲不太一样，但是味道有点。什么歌名？像秋风未了时，还有人生海海的人生。哎呦，秋风未了时，安那就哼一个好，嗨一个。你想哪一定要听呢？大家就秋风微微吹入心中，迄种冷冷的滋味，就是离别的伤心。哎呦喂，没有想到这个台语歌还有那么浪漫的歌啊！哎呀，我感觉不是浪漫，这是凭那个歌词的意境啊。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还是预祝你啊，这次啊这个唱片卖得不错。但是我想上欢喜，还是感谢你今日啊来讲介绍这婚礼婚高喜喜歌。再次感谢你，欢迎再度这个来到我们这个欧尼亚俱乐部，谢谢。谢谢。树啊，相依。